好，我是梦欣老师。平常时咧，我也就会投入动物和骨手运动的非常重要的事情。今日呢，梦欣老师会带大家来跳尊巴有氧，是热气的运动。一开始，我也就会先来做暖身运动。第一运动是脚打开，脊椎伸展，手往上。我也就底下停留5秒钟。5、4、3、2、1。記得咯，我也就會四步咧，會夾起來，肚子會用力，停留5秒鐘，聽預備，5、4、3、2、1，非常好。聽一張暖身運動係側腰伸展。我哋要留人嘅腰束伸起來，存到呢片，聽到呀？5、4、3、2、1，本片同樣係5秒鐘。5、4、3、2、1，接下來咧，我哋要用肩膀來拉前咧，1、3、4、5，本片1、2、3、4、5，接下來，我哋要腳踝嘅暖身，拉前呢，1、2、3、4、5，非常好。換另一隻腳，1、2、3、4、5，非常好。大家就跳得動好哦。接下來，我哋就愛配點音樂來強下動態的暖身。保持呼吸哦。第一隻動作，膝蓋抬起來，夾鬆樹，保持呼吸，踏壁。數把鉗呢，還有膝擺，保持呼吸，夾鬆數。從頭，抬膝，夾鬆數，大家就表現得當好哦。接下來咧，我哋就要進入尊巴有氧嘅運動。接下來，我哋會繼續來尊巴有氧嘅運動哦。還記得上一擺嘅動作冇？我哋就來複習一下四腿邁步，1、2、3、4，行四步，5、6、7、8。數把鉗呢，1、2、3、4，分片上，5、6、7、8。還記得冇？我哋就要站一擺哦。1、2、3、4，行四步，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，分片上，5、
6、7、8，腳趾頭要放鬆哦。你下就將呼吸100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哦。接下來咧，人家就新的課程係上半身律動繞圈，有意思咧，我練習一下，將會好嘅會哦。快來哦，身體往前，向後背，過一擺哦，前後，快來哦，仔細看哦，前後前後，安尼做得冇？接下來，張一擺，前後前後，還有左片到右片，1、2、3、4，記得咯，思維唔是停通哦，過一擺哦，1、2、3、4，前後落一擺，1、2、3、4，左右，1、2，思維唔是通哦，4，側面本大家看，1、2、3、4，左右，5、6、7、8，記得咯，腳趾頭要放鬆哦，過一擺哦，1、2、3、4，左右，5、6、7、8，然後咧左右嘅時候咧，人家就要數卡起來，5、6、7、8，過一擺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加一擺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記得咯，肚子要用力咯，加一擺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接下來人家就身體要往前呢，看哦，1的時候放到前面，2的時候到旁邊，3的時候到後背，4的時候繼續旁邊，要繞成一個圓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安尼做得冇？過一擺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大家好唔好嘛？我加快速度咯，1、2、3、4，左右，5、6、7、8，過一擺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記得咯，腳趾頭要放鬆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然後要加快速度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接下來分數了3、2，要交叉繞一圈，and 7、8，過一擺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
往上，5、6、7、8，各位摆哦，1、2、3、4，往上，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哦。然後就留兩隻動作，全部合向下，來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各位擺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數哦，3、2、3、4，往上，5、6、7、8，記得咯，叫我踏好來哦，加一擺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加一刀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有好位冇？接下來，我哋就愛配音樂來練習一下哦。看我的身體，準備5、6，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加一刀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加一刀咯，叫我踏好來咯，準備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加一刀咯，準備5、6，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加一刀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哦！大家就表現得當好，接下來人家就會結束今晡日的課程。按指示，希望大家。